又係我數學科主任張 Sir 同大家見面嘅時間。今日我哋會繼續講6年班一啲有關於6年班上學期同學常面對嘅數學嘅問題。今日嘅問題係一個平均數嘅問題。呢度有4個數：200克、100克、50克同埋0.4公斤。我要求呢4樣嘢嘅平均重量。好啦，我哋要留意下平均數嘅計算方法先。平均數係將所有嘅項目嘅數量加起嚟，再除翻有幾多個數。但我哋要留意一件事嘅係，當我哋其中有一啲數嘅單位係唔相同嘅時候，由於我哋要做加數，所以必須要將佢哋統一翻個單位。例如好似呢一度係0.4公斤，而0.4如果我哋將佢轉化為呢個克嘅時候，由於1公斤係1000克，所以呢個係400克嘅。咁我哋話啦，所以當我哋要計呢條數嘅時候，就會變成200加100加50再加400括弧，因為我哋要先計算呢個嘅加法，再除以4。係啦，咁我哋嚟緊會繼續有其他嘅項目嘅題目同大家分享嘅，多謝各位。